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椪心。台语安尼写，椪心。根茎类的植物康心，松而不实。台语讲椪心。像菜头、番薯等等，较有椪心的状况。来讲菜头，切开了后，侧面有空，就是椪心。菜头的椪心，大部分是因为伤熟，也是伤慢采收。椪心的菜头，侧面若是无变质、无变色，也是会当食。只不过口感较差，较无遐好食。打来寒天咯，菜头搁大出咯，食菜头当着时。阿经好食的菜头，农粮属有钾配部，有三句口诀：第一，皮白有带叶啊；第二，表面光骨袂伤逼；第三，菜头摕你的手有重，嚼的声有响。有一种的状况。侧面若出现一条一条蓝黑色的斑，可能是菜头伫咧生长的期间欠营养，或者是喂着病毒，就要断掉，唔通食咯。根茎类的植物康心，台语讲椪心；那失水纤维化，台语讲薄心。像菜瓜，若放甲薄去薄心，就袂食哩咯。菜瓜若要做菜瓜薄，就好调理的菜瓜长慢慢。等甲过分纤维化，就是菜瓜薄，菜瓜薄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椪心，实在真趣味。